即马咱天气遮寒，禽流感疫情嘛咧行，进前是云林抑个苗栗有传出疫情，即马伫嘉义大南嘛有一间饲鹅仔场爆出禽流感，确定是去喂着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，内底12000只鹅拢已经装灭掉。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甲捕杀了后的鹅装袋仔称重，嘉义大南一间整鹅场，业者15主动通报，这群治疗鹅不明原因死去。嘉义县农业处派人去调查，全场移动管制，采样试验了后，19确诊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。检验报告昨日出炉，确诊为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，随即在今天早上6点即派员前往扑杀。预计今日完成所有的扑杀以及消毒工作。喂到的整鹅场有12000只鹅，20早起防治所人员到场进行全场扑杀消毒作业。那嘉义云林一间两鸡场在月底就爆发入冬头一只 H5N1 禽流感，山内苗栗一间饲鹅场也喂到，农业部防检署提醒，禽流感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阵。台湾当然也是候鸟必经的路径嘛，所以我们每年在10月以后呢，会关注到禽流感的疫情，可能就是以往经验会比较多，很多县市都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发生，那是我们的掌控当中。这间嘉义的整鹅场也伫继续扑杀清场，有加深夜才结束。防检署也提醒业者注意家禽状况，提高警觉，严格防范，并且落实场内防照设施，设立管制甲消毒者生物安全的做法，防范疫情发生也有摊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